香港人北上置業，成日都驚收唔到樓，交通唔方便。今日喺香港過嚟睇呢一個樓盤，已經係現樓，1至3期已經收咗樓入住啦。先講翻首期，只需要30幾萬咋，樓下就有香港直通巴直到香港，自己揸車大概1個鐘都翻到香港，真係好方便啊！佢呢一度係屬於中山大型住宅項目，呢個樓盤就喺中山坦洲核心，同珠海只係1條馬路之隔，附近就係珠海沙姆會員店、華發商都、環宇城、富華里一應俱全，139平超大4房，齋贈送面積就足足有22平，而且係南北通對流，空間利用率好高，超大嘅客廳同露台，陽光滿滿，另外4間房都有闊落個空間。全屋都係一線品牌豪華裝修，仲有智慧家居 AI 管家，24小時守護，可以真正做到拎包入住。有興趣知更多，留言街景俾我，發埋實景同埋資料俾你。